乌斯河镇位于大渡河沿岸，距离汉源县城50多公里。这里有一座古老的火车站，它用52年的时间迎来送往，铁轨摩擦的声音里记下了上世纪70、80年代的故事。曾经有许多在外上学、务工、做汉源人从这里出发，踏上进城的寻梦之路。在汽车还不普及时，乌斯河每天都是人山人海。无论从客运量还是货运量来说，它都称得上终极客站。高峰期每天有16趟客车经过这里，年乘车人数达21.8万余人。同时，装卸的货运车辆一年接近2万车，运送货物超100万吨，被誉为汉源南大门。走在街上，许多商铺早已大门紧闭，回忆中昔日盛景好似还在眼前。饭店、旅馆、医院、学校的一砖一瓦，依稀还是那样的熟悉，那样的亲切。不管人世间多少沧桑变化，我每到汉源9元火彩票抓4年，大学青春啊！以前在50河来赶火彩话，就跟打仗一样的，反正你半夜3点就要必须起来，能够就是煮点鸡蛋就直接提鸡赶火彩，特别急，有时候还挤不上车。我们以前赶火彩，天边亮就在屋头走，来都是挤得很的，娃娃都是从窗子头递进去的。乌斯河火车站如同时空隧道一般，让人回忆着那段特殊的岁月。这里有你们的青春与梦想，也有你们的欢笑与泪水。2012年雅西高速通车后，来乌斯河坐火车的人变少了，关于绿皮火车的记忆也逐渐被遗忘，但它的载货量依旧不减。今年装卸的货运车辆共2万余车，载货量达110万吨。沉寂10余年，俄汉高速即将通车，乌斯河将有一个高速进出口。当历史照进现实，乌斯河或将迎来曾经的繁华。如果可以，来乌斯河吧，来听听这个小镇的故事，来看看这里的绿皮火车，来回忆当年的我们。